今天来了双生双蛋的组合，来欢迎黄文兴、蔡昌宪、曾婉婷、唐玲。哎，陈哥，好新鲜的组合哦！是不是？小姐好，表姐好。哎呦，这4个一眼望去不得了。对啊，我们唐玲都快变长青树了。啊，真的，要活宝了，怎么办？真的好久，哎，你真的出道也蛮久的。12年，多棒的一个人，真的多好！现在是应该，然后2个唱歌的都跑来演戏。对，戏也演的比唱的还好。黄文兴，恭喜黄文兴！哎呦，这是男主角啊！恭喜！阿爸也恭喜！下面快点戏。我来带饰演一个就是那个俊爸的儿子，廖俊先生，对，是不是？他是我爸，然后我饰演天宝这个角色。天宝啊，天宝5年该得完。谢了啦。就是天宝，然后他的个性是比较叛逆。哦，到尾啊，去欧协会的对吧？没有，对吧？让切头啊。开朗的戏啊！啊，这黑社会长这么帅，谁不愿意啊？对不对？你看，他就是一个台湾的古惑仔。对，香港有郑伊健，台湾有黄文兴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帅气，帅惨呐，对，帅惨了，被他帅走了。啊，你就是该得完。可惜啦。天宝，你不是该得完一下？哇，我是兄弟啊。你小弟，哦，你是天宝啊，你就是天行啊？什么？你就是传说中的天行？这有这厉害吗？家里的老四对不对？应该老三，我是老三。老三啊，我是做乌手的呢。啊，做乌手的，你做乌刀，你做乌手的。哇，一个灰啊，你对吧？对。啊，那他们俩一个黑道，一个黑手，那你呢？我就是疯狂的爱恋着他的人。极道之妻。对。哦，她是黑社会老大的女儿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黑寡妇就对了。黑寡是这样说的吗？黑道千金，对，是千金。这黑寡妇是隔壁那个。他长得多像啊，对不对？你在里面，你这样的条件，然后这样的姿色，然后我是开那迷，谢他迷了，你们这戏全程都在台南拍摄啊？对，还有渔村什么的，所以黄文兴是因为这样丢刷吗？啊，不是啦，那是我前部丢刷的。哦，真的。我之前去拍电影，然后丢刷的。哇，很辛苦哎，戏也不完，没有啦。会唱歌又长得帅，戏也不完，谁受得了？蔡昌宪，你看主持节目也主持不完，对不对？吓死人了！哇，我们女人好犀利，主持得很好啊。明明就不是他。我们是那不是。我明明就有变瘦。演艺圈好黑暗的，你这种前辈真的好欠揍哦。这个戏即将是在什么时候上档啊8月31号。 ？831是个好数字啊，对，是不是啊？831是好数字，就是你在里面不演黑道了？因为我在里面，你在邦嘎演的乱有感觉的。因为就是主持太忙，所以没什么时间，所以我算是客串的。哦，你是客串？对，有一点算半客串这样来加入他们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。你的人气这么高，对不对？福星。没有啊，那个《蜥蜴人气》也在上映，这样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昌宪有演。哎呦，你对，他是电影咖。哇，了不起，闪亮哇！好成熟啊你。你有看到我们挂背章吗？有啊，有。尽管8月31号有好戏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我们现在要先吃好料。好。我叫晨晨教练，对，是。他叫巧巧教练，男子组跟女子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男女哈。对。来准备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我的队员就是蔡昌宪跟黄文兴。没有人说我，错了你。换位，过去。你看他那么失望的脸啊，我们不好吗？我们很我失望，你看得出来？不可能。我是演的还不错哎。OK，明显。原来我们加油了。好，球有把握。好，进入第一阶段，大明星基本功。那我们请主厨来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阿技师是蛋皮5张，就长这样，就长这样子啊，就长这样子。一张是2颗蛋。如果有破损就不能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好的。如果可以把它塑造的好像你们女孩子在贴的那个面膜，那分数就高了啊，一片有2片的分数了啊。好，然后剥虾10尾。麻烦一下，头跟尾一定要留住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骨尾这个头尾分离啊！要留一小节，要留。留头留尾啊，就留头留尾去中间。没有老的呀，头老的呀呢，十尾好。好，那么蛋黄的部分，刚刚我们制作有讲了，
你一定要一颗一颗打，不要全部一下子打8颗，用手去捞。不行这样。好了，桌上材料都已经有了，各就各位准备。计时开始。小心哦。只要取蛋黄，小心哦，不要破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破哦。破了怎么办？踩上去。我盯着你看的。我们可以帮他拿嘛，对不对？慢慢来，反而不会破。可以。哎，破掉就放这边，好不好？破掉放这边哦。但要是用完的话就没喽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男生好快啊！我帮你们拿。好危险哦！稳住，来，我们去看隔壁的，走。你就放他身上，我帮你弄，我帮你弄。结果，不行，稳住，稳住。这两个就好了。加油！哎，破了，这个是。这个就好了。快，他们只差2个了。停手！他们也8个哎，他们也好弄哎。要先来检查一下，请评审检查一下有没有。我先看一下如何。两边平手了，两边平手。哇，竞争这么白热化就对了，接下来就会越来越难。好，打个蛋，使牛刀小试，暖个身。因为已经有人手在抓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是你，我没有说是你啊。接下来剥虾，留头留尾，去中间，各就各位。一共10尾，计时开始。留头留尾去中间。不过虾哎，头会掉。太想想你我。要完就没了。哎，他们已经坏了2只了，他们坏了2只。这个虾子有问题，头尾不要断。有一只给我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去剥。哪里？小盘子，小碟子。这个教练尽量在旁边帮忙打气啊，不要帮忙一直端盘子哦。有稍微注意一下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。头怎样才不会断啊？哎，一共就这么多了，不要开玩笑。这怎么办？要特别注意哦，小心哦，虾没了就没了。还是我们看大家的1是6只，要小心啊。8只啊。再来3只到10只啊。这边显然已经不够了，不够。看20只战败了，还是我们来看看那边有几只？好，这边有几只？2、4、6、7只啊，还是3只啊？3只是，然后那个头要掉喽。但是连着，它连着的。有的跑，这个好，脆皮脆皮，这个好。哦，终于8只还可以看得到。漂亮。还有1只哦，加油哦！哇，我们不够。这只等一下还有机会。他们虾不够。哦，你这关赢。哦，那不是说他没有断吗？好了，这没有断，没有断。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10只哎！快！最后1只。头又断了。这头太容易。最后1只，哎，我们有10只哎，我也不够。没想到还太夸张了。好，让评审来评比来。哇，太难了吧？哎，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尾巴其实留比较多。哎，我觉得他们的虾子比较好哎。对他们虾。有连着。对，那这怎么办？好难哦。对啊。还有头都摇摇欲坠。对啊。它这个是这个最漂亮。这个很坚挺。哦，这个最漂亮。我觉得是不是煮的不够熟啊？我们的是不是煮太熟？太熟。真的。对啊。因为我们的虾，我们要轻一点。我觉得啊，我们的虾很糊 OK 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这个要小心了。对，它那个尾巴有点关系。这个啊，其实左右边，我知道。那个要去吃。你看，它连身体，可是不是连头的。它的皮连。我很仁慈嘞，我还帮你那个皮给夹紧了嘞。感觉好像死不瞑目。好，这可以。好了，这边赢了。是最后一回。目前积分2比1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平手的可能，还有平手的可能。1颗蛋皮，2颗蛋，可以用到我们前面的蛋黄来煎。分2盆，你们。好，现场准备。这样就快。蛋皮5张，这边啊。这10个呢？快！哎，你这样小心方向，快啦，可以了吗？
他现在一起帮忙打啦。分2个。对，我们现在把锅子热了之后倒下去，关小火。快摇锅，快点圆，来不搞啊！小一点的锅，然后手要晃，对，红心这样对了。加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手要晃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让它去烘，放着让它去烘。我觉得越薄越好哎，那谁？放着让它烘。锅盖。盖子，焖用手撕哦，用手撕会比较好。旁边把它撬，旁边用那个筷子撬起来，都用手撕。来不及。你要盖着它，不要一直啃。记住第一个接着撕。先盖着。还可以吗？就可以。不要急。然后用手撕会比较好，刚弄起来用手撕就好了，没事。用这个稍微撬一下。2张了，看到这边来。我觉得好像太薄了哎。你要放着，用2手去。好了，不行就换一张，不行换一张，先把它放旁边的盘。好，不要一直坚持，然后锅子赶快动一动，赶快重。哎，你那个比较惨，重来。这个重来。不要慌，用手拿会比较好。用手拿。家里没人，我要做什么？既然都没人了，先去看一下那边吧。好，这边看，这边请来。这是要先热锅。我帮你有关系。哎呦，完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不行，要再一个锅子，快点！好厉害啊！哎呦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女生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放着。哎呦，我好，这个应该有，加油！那个没开过啊，哦，差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看这个比较好哎，你要这样倒的，锅子要热，真的。对啊。完了，太难看了，行，上菜了。太难看。我们还有哇，你这边好漂亮哦。第6片哎，这示范这一片而已。有一片是 sample 的。哦 sample， 哇，金拍。这是你们弄的，好漂亮哦。对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阿弟是请宣布。这个镜头面前会讲话嘛，一看就知道女生赢了哈。后悔了吧？命运的锁链把我和2位女子紧紧的绑在一起。如果这个3比1，你们后面就不好追了。对，好，目前第一阶段基本功1比0。是。接下来教练帮我做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特训的时间。好。也会帮你们直接操作的时间。当然也不要期望太高，因为我们也不见得会，好不好？先看今天教练帮我做是什么菜名，请看。鱼香烘蛋，今天这蛋是一路打到底。2位团员，我最会就是烘蛋。我上次烘一个3层高的，又来了，又3层高了，又3 层楼高，在梦中吗？烘到董事长最会炸蛋，是你最会烘蛋，超烘的我。鱼香烘蛋，这蛮难。我听名字我会不太清楚。有鱼吧？咒语。鱼香烘蛋，就跟鱼香茄子一样啊，它是没有鱼的。没有鱼，没有鱼，它是一种川味的调味，好不好？鱼香烘蛋，准备各就各位，特训开始。计时开始。好，现在看到所有食材都要末状，所以呢，姜蒜一样，都比例一样，切末，全部切末，太白粉要多少？太白粉当时是那肉末什么都不用腌，先拿下去炒一个酱油，虾出来。对，先煸香，让猪油出来之后，然后再炒辣豆瓣。葱花可以先下3/4，现在2/3起锅前再下。放这个酒酿，对，放酒酿就不用加糖了。然后大豆瓣可以再加点酱油，对，在那个汤水里面加。7、6、5。看来程程和小乔对鱼香烘蛋都颇有把握，那队友们能不能完成阶段性任务，撑到2位教练下场帮忙完成这道菜嘞？赶快搞歹的话，但是还真足听哦，拄则已经特训几分钟啊，起码嘞，拍摄
我大下要来交代。你够有代志要交代。来，请阿杰斯。好，那特别留意了，烘蛋呢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只有用多一点的热油去做炸蛋的动作。那么一定要熟，你没熟的话，即使刹那间它蓬了，没有烘的感觉，所以菠萝面包一样要这么厚。哇，要这么厚有办法。所以你在煎这个的时候，我建议可以先把鱼香汁先煮出来，烘好了蛋上了盘，烧水一淋，赶快走就成功了。没错，赶快去哪里了？要去哪呢？准备领锅子啊！我想说做完走好了，我让你赶快走，他会爆炸。两位发挥刚才的合作精神，就是阿拜关公啊！赢的话3个都是我这样签一够，这样签够顺了，超顺的，顺，好吧，10人都准备，各单位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切，碎，把刚的怨气都发泄在大蒜上面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复仇成功。他都老钱呢哈，哎，那个碎梨也要卖手胸啊。慢慢来。你是把姜跟蒜都切在一起的？对。还有他的想法。一起爆。你看我做过麻婆豆腐。糊嘞，糊哦，糊啊，这行哎，对不对？算不算像？是很像，就是差一个没豆腐而已。加配料都没败。来，我们换两个猪零后。下流。你这个叫做木耳丁吗？做。我这个葱花好。怎么样？有一半，大气，有一半。来，到隔壁走，来这边请。加油啊！那我可以开始。粉丝已经开始在加热，开始在炒了，非常好。男性的复仇就看这个的，加油！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有点，一点点。香油比较香。然后先炒肉。我都忘了，离开厨房太久赶快找回你对厨房的热情。你离开有多久了，5年了，5年了，5、6年，就是在你参加比赛之前。对，还有7分钟。哦，有哎，你这个有感觉。这边我觉得蛮稳的，蛮有感觉的哦。有感觉哦。来，隔壁走，继续，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完蛋，我们俩做法超像的。但师出同门，真的学的是一样的。要不然就先加，不，要不然加不着。最后加，先炒完。哎，你不要乱播，把都播出去了。对，教练不能说话啊。没有，我说怎么播出去了？我哪播？对吧？要求救了吗？好香哦！哦，你们那个油有点都在起烟嘞。哎，太热了，要烘蛋了吗？让开！开火！哎，要烘蛋，小心！哎，我们要炸，太干，被加上加油加水，加水。不，对哦。怎么盘？什么时间把它拿起来了吧？可以先把整个倒过来。拿过来，小心哦！然后翻面。倒过来，倒下来，把蛋倒进来。然后再给它烫回烫。对。然后怎么办？再倒回去。倒回去。来，隔壁这几个。哎呀！加太多。哦，彩香熊真的为难。这样要放多一点。酱油干什么？他加了太多酱油了啦，一看就知道啊。再加一点水。油温太高了，赶快先关火。再放点，等到你来帮我，要不要叫你帮我做？加力！要不要叫你帮我做？要。1、2、3，教练帮我做。计时开始。对呀。那拿起来了。老板人干嘛笑？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这样要试一下味道。一口气一股脑。这样试一下味道。这样是 OK 的。哇，超帅的耶！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这个加太多酱油，我都要气死。味道调怎么样？觉得很好哎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再一点水把它焖掉一点？我搞。哎，我们再把一些勾起来，
高级吧，高级吧。倒水刚刚这样倒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光倩是刚太没混吗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 OK 了，真的。好，时间到，立足。哇，到楼上去了！哇，又去楼上。谢谢教练。你们调一调，快速调一调，快速好，加油加油！倒上去就好了。现在黄文兴是在补救这个补救的动作。我觉得猜螃蟹的那个过错。OK， 拿起来吧。好，慢慢。好吃哦。然后现在放在盘子上就可以了。来，还有最后1分钟，这晋级。方式，然后酱上。我们好了呢。还不错啊，今天有汤汁呢哦。少的。哎，我试看嘛，等一下，不干吗？哦，要有点多点汤汁。要汤汁这种东西。你觉得这样 不 OK？我们可以试试。不要，我们就把它清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来看看另外一边。好，我手起来。这太少了，快点滑倒，这也太油了吧？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可以了，可以倒上去，好棒！小心手烫。它怎么就不崩了呢？哎，我们比较有汤汁哎。有汤汁啊！哇，颜色深了一点，其他还不错。好，这样倒数10秒，漂亮。今天教练帮我做今天这一道阿拜关崩鱼香烘蛋，真正有这个难度，但是表演个美吧。哦，时间到啊！哇，哎，怎么那么扁？对，那个烘蛋不是那蓬蓬这样子。我们这样蓬蓬，你那个酱汁太多，把那个蛋给压扁。但是我们比较有那个重口味的。你看，我哪个你进来呢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是打开来都整个垂涎欲滴。而且我们配色也算多面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有点看起来是油油的，又太干。不会啊，吃起来就知道我们这好。对啊，配饭刚好。这个配饭才刚好。这太湿了，太湿了，那个蛋整个就是没有精神，而且整个会太咸，这样不健康。现在流行少油、少盐、少酱。好，那胜负就是让那个各位来判定。这道颇有难度的鱼香烘蛋，就让我们来看看阿基师会怎么做呗。鱼香烘蛋不，我们这一组做的是鱼香意蛋，有的蛋都满出来了，哈哈哈！阿基师有请。第一种。你有礼貌啊！你还没讲完呢，你过来，我还没讲完哎。阿基师有请。我们看鱼香烘蛋它本人是怎么被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阿基师。本人。很大气的下油。对啊，而且这锅子比较小。哇，好多哦。我们这小汤锅来做鱼香烘蛋还真的蛮适合的。对呀，刚刚好。或者是做2人份的粥啊，什么也蛮好的，对不对？好可爱。哎，为什么要分一半？有先做文章哎。啊，肉要这样哦。姚技师莫非想把肉放在蛋里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哦，比较好散。他在炒的时候，你刚刚有没有发觉你们2杯炒肉末炒得很辛苦？真的。哎呦，我们刚遇到了绞肉顽强的抵抗。那切酱还真婉婷。哦，这可以一起切嘛。这个动作文心就做得挺好的，挺熟练的。不怪是以前是厨房出身的。有待过厨房，对啊，有待过厨房。真的，很有样子。对。他们刚刚在备料的时候呢，说实在，我觉得比我们的女生稍微好一点备料，但他们在调味上面呢，非常的糟，就是有点失手。而且这一招是把它卷起来，那就很快，还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我们刚刚都切不细，就是这样。像我刚刚做对了一个动作，是先预热。对。真的1小碗，应该再加个1碗。哦。哎，少加了1碗。好了，对。
切得非常的细碎。先不要急着去接触那个蛋，它等一下膨胀的系数还没有办法很稳定，容易塌掉，容易塌掉，这样。对对。先把肉给炒香了。那以后呢，辣豆瓣酱进来。有没有？蒸完。不会，差不多。有没有？不是要先爆香？没，当然不是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是这样用的。好，我们刚水加太少。没有，刚才沈哥又补了一碗。对啊。这样子出来颜色才会鲜红啊。哦，然后把酒酿进来。红色才是标准的。对。对啊，应该要红色。好，那么绝对不是黑色。黑色是重。忘记了。勾在蛋里面。都要。还有。你加太多。刚菜张线到底加了多少酱油？我大概6次吧死命的加，5、6次。 5、6次。你们的做酸辣汤你不要。难怪这么太咸了。我这个浓度就很漂亮。哇，看起来好想吃。真的假的？好快哦，酱做好了。好，开始打蛋了。其他的料需要吗？啊。哦，剩下一半，后加哦。哦，还有加香油。对，香油。我有加的。好，把汁先煮好。哇，很浓哦。这碗为什么要洗？因为我要煎蛋啊。要煎不是在这里吗？啊？没有。啊？注意看哦。这样。它其实是冷哇，误会大了。帅惨，不要帅走。使命的把空气打进来。哦，空气打进来。尽可能不要加粉放到里头去。哇，你把粉加进来的话，怕这个蛋会很 Q 啦，吃起来整个都是一个粉团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哦。空气打进来。这里洗足娘娘。哎，要热锅，然后再热油哦。我现在一半煎一半灌的。哦。一半煎一半灌。一半煎，然后另外一半淋下去就对了。对，我往中间冲。冲。跟冲牛奶一样这样冲。是。谁那个齐了？哇，好精彩！哇，起来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它中间这边是生的啊，你再往里头灌。有没有？它更蓬。1楼、2楼上下夹沙。哇，酷哦！对，从中间把它管起来的对吧？哇，越来越蓬，好好玩哦！所以它连中间也是蓬起来，所以对，好好玩哦！好像那个cheese蛋糕，好碎啊！然后再灌。原来是这样。能快跟它鸡龟仔嘞。对啊，都没有吹气，它就会这样。不要，鸡龟仔，蓬蓬的。你帮你讲啥？快跟它鸡龟啊嘞吼，给鬼啊的，滚烘了呢。好改饱。啊，碎的哈。鱼香烘蛋完成。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好美。哇，我们的汤汁实在太少了，可惜有了。点干掉。可是我们鸡龟仔比较蓬。我颜色好，今天呢，看看最后奖落谁家，上桌。哇，还是要水嫩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水嫩的。水的环境。吃下去吃的，你就知道多感人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真好吃，好像滑蛋哦。天啊，咕溜的感觉。哎，它酱虽然是很重的酱汁，但是没有抢走蛋的香气。对啊。我们少了汤汁，可惜了，不然会吃起来很怪。闻起来可以。想象。我另外一种人参有加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加醋哎，加一点点。哦，有鸡龟仔的感觉。软掉的油条。啊，好像软掉的油条。
软掉的油，来杯手酱，就是这感觉。要吃一下你们的好不好？大家尽量把料弄掉一点，好不好？太浓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有惊呼声，然后其实可不可以来碗饭？还 OK 啦。哦，你是认真的吗 ？OK 啦，蛮够，味道很重哎。刚才王文清救了半天，他看说有点没味道了，我就找一个台湾的拉了。等我回头已经来不及了。鱼香烘蛋获胜的是，再得1票就好，1票就好。好紧张。准备举牌，1、2、3，请举牌。就差那么一步。詹姆斯先说，其实文心这边可惜啊，你如果真的要救刚刚那个酱，你一发现它过咸，赶快先用滤网把肉给滤出来，把酱汁倒一半掉，赶快把水兑进去，把它整个弄淡。所以还是可以救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酱油都已经这么重金，或是盐巴这么重，你再去加糖加什么都没有用，来不及了。只是要先把里面的盐分先拿一半掉，你再补水进去，然后那个肉还有机会可以把肉汤滚出来，你的味道就可以马上调好。3比1，恭喜获胜！恭喜各位，两位。来，这个颜色给你。谢谢，来，今天我们4位中间就会。 4位一起。哇，好漂亮，好美哦！今天呢，我们的阿爸关崩即将就在8月31号，紧接着《雨夜花》这档好戏之后呢，又是一个的强档好戏，是，而且呢，全剧都在台南拍摄，对不对？这出戏有什么样吸引人的元素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轮流讲10秒钟，好不好？从我们输队那边开始，来准备听。黄文兴。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戏呢，会展现出整个就是可能在穷苦人家的那种时候，然后怎么再逆境去做一个成长，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讲？怎么讲？下一个怎么讲？我觉得阿拜玩梦它是一个，可能是古早那个年代，每一个人厝的可能都会发生的代志，别整开的时候，对，它发展出来可能这个过程都是一样，而且讲一岁的囝，开始出去打拼回来，可能拄到什么代志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，一个一个加进来就非常好看。 对，而且我们这次是全新的组合，我们都完全没有合作过。对，就是希望有不同的火花可以带给大家，而且我们就是三立台湾，它一直在做好戏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我觉得呢，就是请大家每个礼拜5的晚上10点呢，就锁定台湾台三立台湾台来收看我们的阿爸的玩梦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个戏能引起很大的共鸣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我们的4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记得准时收看。祝阿拜文梦收视长虹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下期视频，谢谢。情同姐妹的爱丽丝、黄小柔、陈奕迅、王以璐。